在地人在地前要来讲国家的公营，俗语讲唔通看鸟无点。台中市有一间偏乡的国中叫溪南国中，进前去美国参加世界机器人的总决赛，摕到冠军。团队创新的思维甲完美的合作，登上国际舞台，打败全世界歌手，唔但证明因的实力，更加为台湾争取公营。 进前由溪南国中为主组成的机器人团队代表台湾飞到美国，伫咧机器人世界总决赛一路桂冠斩将，伫咧落尾摕到世界冠军。解决潜水员在水中问题的沟通，但是后来发现技术比较深，所以我们就另外想说以湿地保育去做发想。 市府教育局特别举办颁奖典礼，肯定学生伫咧国际舞台出色的表现和科学实力。打败了160几个团队哦，包括很多科技很强的国家，比如说美国、以色列，还有德国、日本、韩国等等，相当不简单了。局长嘛强调，这一遍应邀唔但是学校公营，更加是台中市到全台湾科技教育的里程碑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